浸大 Mission 室友古天樂。1、2、3，我哋香港咧預祝《槍王之王》嘅票房咧，好似呢個一致一樣啊，就係票房一擊即中，開畫成為 No.1。咁多型男主演嘅新戲首映，前晚零舍多靚女撐場，浸大 Mission Carol 都有嚟啊！因為其實我不嬲都好中意古天樂同埋吳彥祖嘅，仲話好恨同佢哋合作添。如果係 kiss 嘅話，我驚我會暈低，NG 勁多次咯。但係好想嘅，咁靚仔喎，即係大膽啲嘅性感都得，都 OK 嘅 dream man 嚟噶嘛。就連仲咧無裙紮佢女街坊，俾書展封殺都懶理。咁其他人講嘅嘢我都唔會 care 咯，因為始終出寫真嘅都唔係得我一個，咁佢哋我亦都唔想去回應佢哋而幫佢哋做宣傳咯。仲話佢本寫真已經過咗淫審處一關，到時會喺場外搞簽名會添啊！